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今日是汉光38号演习的第二天，战术直升机一片下巨型机关演练，陆军地宣布设障碍物要防止敌人就化，甚至有法国媒体来台湾翕。根本风波影响到林志坚，佮为着新竹棒球场伫咧面册顶头会失礼，不过竞选对手却是继续甲伊批评，认为伊不适合做桃园市长。中山会今宣布救国团非正当方式所摕到财产，就要交予国家。不过救国团认为法院也未认定，会申请停止执行。今仔日是汉光38号演习的第二天，新竹有4台 OH-58D 的战术直升机执行下区域的支援演练，再起就对台中的第5作战区飞到第3作战区去支援路，顺利晓得的关系高中。也那陆军302陆桥B部队是无以强军马环台登陆，伫咧白沙屯的海部设障碍物，要防止敌人上岸。另外，受到这乌克兰战争影响，也有法国媒体特别来到台湾翕这届汉光演习。新竹关西高中的运动场，20日有4台 OH-58D 战术直升机降落伫航园。汉光演习第2天，4台战术直升机早起为台中第5作战区起飞，执行跨区增援演练，飞往第3作战区支援顺利降落。降落呢是属于这个非常高难度的一个这个落地，关西高中是属于一个比赛区的这个场面。那落地之后呢，那因为我们还有其他架飞机也都相对的都摆在这个场面上，所以对我们飞行官来讲呢，是一个重重的考验。若是陆军山东两旅后备部队由52工兵带头，伫苗栗模拟强军进化，咱方架设铁线网啊，这是防止强军登陆最后的防线之一。我是第一次教招啊，新的就是因为我以前是海巡署退伍的，所以这些事物我都是第一次接触啊，重新练习啊，保家卫国为主。我后方这个钢刺卫，用来抵挡第一波的船只，防止共军登陆，以防人员登陆时候，我们油桶里面要装汽油，然后一样会放置 TNT。将油桶炸毁之后燃烧。俄乌战争持续也影响两方局势。欧美军人表示平常心看待做好家己的任务。不过有法国媒体专程来台湾记录汉光演习，见证国军演习的效果。Et depuis le début de la guerre en Ukraine, c'est vrai qu'il y a beaucoup de Français qui se posent des questions, qui se demandent est-ce qu'on peut faire un parallèle entre Taïwan et l'Ukraine. Et c'est pour ça qu'on a voulu venir ici pour couvrir ces exercices militaires et puis plus généralement pour comprendre, essayer de comprendre un peu mieux quelle est la situation de Taïwan aujourd'hui. 法国媒体指出，俄乌战争引起法国关心台海危机，国军也以俄乌战争当作战略构想，在这个演习强化城镇战防卫任务，双边部队会结合后备部队投入反登陆作战。记者综合报道。汉光演习伫今仔日实行海空联合实弹操演，总统蔡英文也亲身去到军舰顶头出海教阅，这是这回也出动20架的舰艇、15架的战机，海军甲海巡也是头一届联合操演，而且发射各自的电爱火箭弹。不过，伫咧演练时阵，东部外海也出现2架中国军舰，国防部强调一切拢有伫咧掌握。穿全套白菜衫，总统蔡英文登上家人军舰出海教学。汉光演习2早起伫所有外海实施海空联合积极作战实弹操演，模拟敌军侵犯东部海峡。这是蔡英文就任以来第2摆登舰，也以公布向官兵发表谈话。在各位基石的操演，展现了中华民国国军保家卫国的能力和决心。我们一起继续努力，守护家园。Good job！这摆操演，海军出动，机人级飞弹驱逐舰、永航级六类舰、升国级顺风舰、攻略飞弹快艇、舰量级江舰等20架大小舰艇，实施反舰加反水平作战。这也是海军加海巡头一摆伫公开场合联合操演，由中科院研发的各自定海火箭弹，也伫民众面前发射，展现兵战中华能力。就像这一次我们的操演一样，加入我们编队，跟我们一起作战，面对敌人，保卫国家。
空军由经国号幻象2000架 F-16等15架次战机进行制空作战，不过幻象战机发射无法抵停空对空飞弹，煞意外脱轨，出现小意外。就伫汉光操演时期，共军动作也无停。头一天有无人机经过东部海峡，第二天中国舰艇船甲飞弹护卫舰也出现伫流透外海。台海周边共军的基建的动态，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的系统，都能够有效地掌握，适切的应处。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日用录影方式伫凯达格兰论坛致辞，强调台湾会加速国防自主的进程。日本前外务大臣开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也用视讯的方式参加会议，伊也讲到中国若准拍台湾，日本百面会受到影响。日本和国际拢应该展现捍卫自由甲民主的决心。另外，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议题，河野太郎也表示讲，佩洛西要来访问亚洲当然有伊访问的自由。蔡英文总统以录影方式伫凯达格兰论坛致辞，首先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不幸过身表达哀悼，肯定安倍为强化区域伙伴关系拍下坚实的基础，佮强调台湾拍拼加速国防自主。We have set up new facilities to advance domestic development of naval vessels. We have also taken steps to bolster our reserve forces, and we have made substantial investments to enhance our asymmetric warfare capabilities. 原本要亲自出席的日本前外务大臣甲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因为确诊改做视讯对谈。河野除了希望台湾会当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CPTPP， 佮认为中国崛起想要改变东南海现状，加做印太地区上大的变数。若国际继续疏忽中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If China uses forces against Taiwan, whether we choose or not, Japan will be affected. So now Japan needs to show our resolve to act with the global community to defend liberty and democracy. If China was to invade Taiwan, the ramifications for the world, including Japan and Australia, are enormous. It must be clear that any attempted invasion of Taiwan will be resisted militarily by allied nations. 澳洲前防长安德鲁斯呼吁，全球民主连线应该重视台湾徛伫防卫共产党混大风线的上前线，民主各国应该密切合作。对美国众议长佩洛西传出8月将访问亚洲、各访台，不过中国强烈的阻扰，河野表示，任何国会的访问由因自主决定。佩洛西当然有这个自由。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4790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68人，死亡个案有37个。另外，伫昨昏有公布高雄某一间造船厂发生 BA.5 的群组感染，今仔佫再增加4个员工确诊啊。这桩群组感染已经有17个人确诊，也因为大部分的患者拢是无症状或者是轻症，就这个学者来建议讲，这边境的检疫会当改做是0+7。指挥中心强调，要听候囡仔疫苗注射率有到5成，再来讨论这边境开放时间点。环保人员伫准公司甲附近的街头巷尾详细消毒，都惊有新冠病毒还佫调伫遮个所在。因为高雄某一个造船厂发生 BA.5 互相烧化的情形，2日佫新增加4个员工确诊，其中有2个人今年5月拢捌确诊，另外2个人 CT 值偏悬，嘛真恶认定敢是最近感染的。这件群组感染累计已经有17个人确诊，有4个这个 CT 值大概都是接近30，也或者30以上所以还要厘清说他是不是以前旧的感染。另外嘛新增加2个儿童重症 MIS-C 的个案，拢无慢性病的病史，一个是2岁查甫囡仔，6月初确诊，7月中发病，送病院诊断怀疑是 MIS-C 甲泌尿道感染。另外一个是5岁查甫囡仔，6月底确诊，1个月了后出现 MIS-C 的症状，目前已经转院，还在治疗当中。目前累积的儿童重症是120位，其中55位是MIS-C。那另外排名前3位的，还有就是第2名是脑炎有25位，以及肺炎有19位。最近本土疫情持续转好，2日拜二新增加24790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68例，死亡的有37例，是从5月17、71天以来新低。有工会学者表示，
台湾甲其他的国家同款，是真恶闪过 BA.4 甲 BA.5 的侵袭。按算8月中了后，过一天确诊的人数恐惊会阁压悬到3万人。不过加在大部分拢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所以建议边境会当阁再放零。检疫的时间为目前的3+4改做是0+7，甲国际同款。曾经上强调讲，目前幼囡仔疫苗的注射率敢若有6.6%，还阁需要提悬到50%，才会较有群体保护力。到时才来讨论0+7边境开放的时间点。记者综合报道。台股早盘这台积电连电开始落了后，电子股受到影响，盘中8落186点，落尾落129点，收伫咧14806点。有分析师表示讲，这市场预测 IC 设计和半导体产业未来会互这股价跌落来因素真多，而且科技产业的库存问题也是真严重，所以民众就要特别小心。礼拜二美国股市有起有落，台北股市日落小看落23点，伫台积电、联电带头落，电子宽带股表现较软，盘中8落186点，上加来到14750.71点，中场落129.55点，突破50线，收伫14806.78点，成交金额1833.39亿。最近整个大盘比较大的问题在于产业的基本面的问题。就像昨天有3家电子公司开法说，有2家跌停。那接下来很多公司要开法说，对第3季有展望，预估80%以上的公司可能都会释放比较不利的讯息。日落的大盘，金融股表现相对较强，半导体甲钢铁股是变做台盘的重点，因为台积电主要的客户联发科宣布甲英特尔合作支援代工，一定要采用英特尔16制程打造智慧终端产品，必须支援代工的族群起袂起来。台积电中场是落4.5块，收伫495块；联发科落1%，收伫681块。联发科去 Intel 下的是16奈米成熟制程，你知道，真正比较先进的部分是下在台积电的4奈米和5奈米那一块，所以我觉得影响应该是有限。这是民间的商业的合约啦哈，我想台湾还是最主要的这个先进制程的供应中心，整个生态系也完整。那联发科跟台积电其实也都做说明哈，对他们的合作是不受影响的。分析师表示，虽然美国联准会会伫这礼拜升关利息，不过市场预测 IC 设计加半导体产业未来利空的因素较侪，而且科技产业库存问题也是严重，恐惊造成族群表现无好，进一步影响台股大盘，建议民众爱谨慎布局。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有一间做牛仔裤的大公司，叫做如兴，即马逼出财务危机啊！证交所虽宣布明仔载开始拍入去专家高挂，也或者如兴的股价一开盘就达到真崩。不过如兴其中一个大股东就是国发基金，2017年开14亿8千万起买，那甲算起来已经掉12亿了。国发基金表示，已经加入这投保中心的集体诉讼案，会针对当年如兴现金进驻说明书无老实的部分要求赔偿。日落股市一开盘，如兴股价直接跳空到3.96新低，跌停锁死。收盘进前，尾卖又完超过4.9万张，投资人着急要出脱持股，因为国内就职的外扩大厂如兴爆出重大财务危机。本公司已陷入重大财务困难，几无可动之现金之困境，且自去年年底110年起，有诸多决议及营运架构已然违反公司治理常态。工作公司会当讲无会当动用的现金，煞对争议交代未清，也无法度说明后续甲银行协商的结果。证交所更加宣布27起将如兴拍入专家交易，投资大股东之一的国发基金变成上大受灾户，因为2017年国发基金开14.8亿认购如兴现金股，为目前无到4块的股价掠算，小明已经损失52亿，可能由专门来付销。这个投资案过去都捌互前立法院警告，国发会爱查明如兴伫过去并购案，敢是会引申财务活动。我们大家花了超过新台币100亿，结果请来了中国贪腐的官二代来吸台湾投资大众的血。
卢兴经营出问题，董事长今年2月封撤换，有直属董事的国发基金刷状况话，7月底进程，啥物拢唔知影。当初看好卢兴后期发展，国发基金投下大笔资金选择投资，标准敢是也出问题咧。后来金管会认为是他当时的现金增资计划书的内容有问题。是。那我们就会认为是呢，我是因为你提供我错误的讯息，才造成我错误的判断。那当然责任是在你，不在我的判断，也不在未来的运气问题。再次表示，投资过程慎重，国发基金已经向投保中心登记，家己集体诉讼求偿。不过投资失利不是头一摆，去年报着电话材料申请破产，大股东国发基金等关国机构严重了钱。去年东北光电股票落市，到2亿的国发基金也互监委集齐，无审慎评估相关风险，已经申请主动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党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论文受人质疑，教育部长潘文忠今仔日头改表示意见，强调台大和中华大学已经组成审计委员会，会用客观、公正、专业的原则来审定，汇报教育部了后，也会率入去处理。来讲到台大社科院院长这苏宏达，敢有需要回避的问题，也拢是依法规来办理。审议的过程，什么人员是应该回避哈，这个也有它的这些规定哈，这倒不是由外界谁来做相关的评定或指定，然后这个我想我们还是回到依照这个法规跟原则，那学校也应该要秉持这样的一个公正跟专业的原则来做处置。那有论文风波，这民进党的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佮牵涉到新德市的棒球场工程风波。伊2日半暝啊，伫面册顶头甲民众会室咧，不过伊的对手就是国民党的张善政加民众党的赖香玲，说是无要放伊煞，要求林志坚就要担起责任，也质疑讲伊根本就无适合来担任桃园市长。林志坚代表民进党转战桃园市长选举，不过伊伫新德市长任内打造的棒球场欠点风波，三加做这场选战重要议题。林志坚2日透早伫面册再度回室内强调对市府团队有信心。我相信，在这个球场这个相关的问题解决之后，就能够还给球员一个安全的一个打球的环境。有议员参选人到地检署，针对球场各项欠点甲证据，告发林志坚涉嫌盗窃，国民党张善政甲民众党的赖香玲也同齐，批评林志坚应该向球迷讲清楚，搁负起责任。人都已经离开了，道歉100遍也没有用啊！我说嘛，跟球员们、跟球迷们问清楚问题在哪里，去设法努力去改进。甩给味全的球队啊，然后呢又说这个新竹市政府啊要负全责，他是球来就闪哦，他已经变成这个躲避球的球员了啊，不太适合做市长或者是首长。林志坚接受访问，批评对手镇压相关指控拢是选举幕后战术。新竹市政府也发出新闻资料，表示会针对10大优先改善方向，像有草皮吹球打击十佳区等进行调整，未来将会定期公布改善进度。佮强调球场无改善完成，无得到中职球员也是工会认可进程，未进行任何一场职棒比赛。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长苏贞昌伫咧官舍吊柜便当会议去互蓝营批评，伊是当局不分。新北市长侯友宜就呼吁讲，人民所期待的是为政者就要保持行政中立。不过林佳龙也回应讲，这是一个假议题。若种侯友宜想要去请教这苏院长，相信苏院长也会同款甲交代。也来讲到这个台北市选战的部分呢，把焦点放伫咧敬老金。市长郭文德是头一届表示，向取消敬老金是唔对的。副市长黄珊珊也讲，当初时的做法伤过落处啊。行政长苏贞昌邀请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到官邸便当会，市长参选人林佳龙原来到位，去互蓝营批评带头违反行政中立，当局无分。不过苏贞昌是讲，是利用hiệu导的时阵了解地方民意。这是一个假议题，我相信即使侯市长想要向苏院长来请益啊，他也一样会来招待他。所以这个不要扭曲。人民期待的为政者是保持行政中立的。
这个做法是毋是中立变做新北选战的焦点？若是首都选举，台北市长郭文哲伫专访时阵，为着取消敬老金手段激烈回唔着，佫较知影当初提议的都是前台北市社会局长柯立民。黄珊珊也坦白讲，迄个时阵做法伤老粗，避免冲击到选情。突然说啊不发了，所以为什么会造成长辈这么生气？连我妈妈都很生气。它是一个没有经过完整沟通跟倡议的一个过程。这个是在时政上最大的机会。黄珊珊进前捌为敬老金议题呛陈时中，两个人透早往那讲台，唔拿闪开，座位嘛隔一只桌啊，拢无讲话。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进前，互人夸讲，伊的竞选团队咧，拢是一寡较老的政治人物伫咧插。今早起，伊就公布竞选团队发言人的名单，这内面有4个副发言人，平均只有25岁尔。同一个时间点，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加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拢有去到亚太青年协会活动。不过，这两个人却是无啥互动。你家台北就是无限，台北队加油！竞选团队徛到电话声，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公布9人发言团，大家身穿白色 T 恤，展现活力。名单内底阁有4名平均25岁少年人，有想要破除竞选团队拢老人的印象。其实大家看到，不管是昨天公布的第一波人士，包括今天公布的我们发言人团队，其实强调的就是世代合作、世代互助的精神。蒋万安嘛继续批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的竞选口号“台北队是抄袭”。陈时中伫亚太青年协会活动受访的时提出回应。部长，请问台北队长这个到底是谁先出来的？哦，这是一个通用名词了哈。谢谢。活动现场，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甲陈时中无互动，陈时中甚至伫致辞内底无提起黄珊珊。将来演讲的技巧还要再改进。有人讲，陈时中即摆策略是拍瓜祭黄。黄珊珊表示，大家唔通嘴烂相答。我觉得大家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想法都讲出来，打谁治谁没有什么意义吧。陈时中对此回应，伊并无这种策略。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张玉水台北报道。认定这救国团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了后，东山会今日宣布，救国团名下61笔的土地建筑物甲13亿的现金，列做是非正当方式所摕到的财产，应该转互国家。其他卖掉的土地建筑物，包括土地内的，会甲因吞2亿外现金。东山会要求这个救国团伫咧30天内，爱甲一寡不动产交互国家，若无就会送强制执行。不过救国团认为讲，这法院就还未认定，东山会就要来要求这款的行政处分，因会用法院来申请停止执行。东山会4年前认定救国团是国民党附属组织，冻结救国团相关资金。经过调查，救国团名下财产是不是不当处定，也甲委员会真侪届讨论，26做出处分处理救国团。认定救国团现存的部分资产是不当取得财产，因此呢，决议请他们部分移转国有或者追增价额。东山会要求救国团移转国有土地建物有61笔，包括日月潭、阿里山垦丁等各地活动中心，也甲台北市张老师文化门市在。个认定救国团13.9亿元是不当处置的财产，应该移转国有。若是已经移转别人的财产，会依法对定收2亿元。不过救国团发冤枉，讲当初去活动中心虽然教育部有补助，不过救国团出的钱比教育部较济，而且付出真侪人力甲物力，要向法院申请停止执行。第一审法院还没有做出是否为附属组织之前，都还没有宣判，董场会突然做出这种行政处分，没收救国团的财产，我觉得这个是违背不当党产条例的规定。救国团强调，进前已经甲东山会八届协商，各达成大部分共识，希望和解共生，避免社会对立。唔知影东山会是安怎雄雄做出这个行政处分，有被骗的感觉。不过东山会是讲，救国团必须要伫30天内，甲不动产移转国有，安尼无后续要送强制执行。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伫咧3天内发生2件的枪案。顶日啊，伫潭子火车头有一个卖糯米的头家，伊伫咧大街路顶头去互枪杀死亡。也早起咧，伫台里有一间洗车场，可能是股东有纠纷，着人开枪，其中一个人倒并骹腿着枪，2件案件嫌犯拢当咧走路，到今也未抓着。 警方到场，押请下令所有人跑落来，紧急警示一卡就爆发。26点37分，台中台里中兴路里大一间洗车场传出枪声，疑似是股东之间发生纠纷。一名细贵男子倒大腿着弹，送医急救无生命危险。开枪主嫌案发了后逃走。听他说蹦，听到了你就这样子而已啊。对，亏钱。对，我听那个是伤身吧。是被害人内部他们的股东的纠纷口角纠纷，衍生的一个聚众斗殴。 那因为被害人要跑出来外面求救，所以内部的股东为了要控制这个被害人进而发生拉扯而且有开枪的一个情势。随时上24暗，台中潭子火车站边也发生枪击案，一名细山糯米担的业者，方紧急的开枪送医急救不治，凶手还未抓到。想不到过2天又发生重大治安事件，3天就发生2件枪击案，民众明显感受到治安问题，烦恼自身的安危。枪击案就感觉变得比较多。 然后就会比较担心，就自己的透天的房子的话，会担心说会不会就是直接持枪闯空门那种，对，所以会怕。是不是我们现在台中市民必须要戴头盔、穿防弹背心，才能够安心的出门呢？我希望卢市府加紧努力整顿治安。 民代批评市长罗秀燕除了照常收起之外，拢无作为，甚至也封锁相关消息。警方强调，将继续追查2件案件的在逃主嫌26暗，专持15个分局也会公布启动肃清专案，对治安场所展开高强度的临检，将由警察局长蔡崇碧亲自指挥。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顶礼拜确诊了后，目前已经是无啥症状啊。拜登25唔若和美国企业举行视讯会议，呼吁支持美国晶片增产法案。伊也表示，这礼拜可能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电话。另外，印尼总统佐科威已经去到北京，可能会亲身来邀请习近平来参加11月伫印尼所举行的G20峰会。 美国总统拜登25甲洛克希德马丁等美国企业代表举行视讯会议，呼吁支持积极推动的晶片扩产法案。这项法案会对美国的半导体生产提供1.56兆台票的补贴，避免晶片无够的冲击。拜登也警告中国当地抢企业抢美国的后脚。It's no wonder China's watching this bill so closely and actively lobbying U.S. businesses against the bill. 拜登21确诊新冠病毒，美国专家认为，79岁的拜登伫注4剂疫苗了后，也是确诊，应该是感染到 Omicron 变异株 BA.5。拜登25就讲，恢复情形正好，一定这个礼拜就会当重新办公。北京伫美国时间26也要召开疫苗峰会，讨论次世代疫苗的生产问题。另外，拜登25也表示，一定这个礼拜要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通话，这也是2人伫今年3月18了后，再一次进行热线对话。 President, will you speak with President Xi of China this week? That's my expectation, but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at gets set up. 拜登确诊了后，隔天白宫证实有收到习近平的慰问。这届2个人的通话一定会包括美中贸易、人权，也甲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议题。另外一方面，在中国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下，印尼总统佐科威罕见的受邀请到北京访问。27甲28，佐科威要转往日本甲南韩。佐科威26会见习近平，甲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可能会当面邀请习近平出席今年11月15甲16。 伫印尼举行的 G20 峰会，也可能促成拜登2020年1月上任了后，2个人头一届面对面会谈。泰国方面也表示，北京已经通知泰国，若做无意外，习近平会出席11月18甲19伫曼谷所举行的 APEC 峰会。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 都上任无到1个月，菲律宾新总统小马可仕伫当地时间25国会内面咧发表伊任内头一个国情演说，伊强调会延续前任杜特地任内的重大建设计划，吸引外资入内。对外关系部分，小马可仕也强调，菲律宾伫主权问题是无要退让的，也讲菲律宾袂甲任何一个国家歹面相看。也因为这小马可仕是前独裁者马可仕的后生，发表国情演说的时阵，民众也上街头抗议。
落摆的反对派民众不满马可斯家族的政治行为会当阁拖落去，除了提各种标语批评老马可斯任内弹压反对人士，也大声喊终结独裁统治的口号。在经历新冠病毒疫情也甲经济衰退了后，又搁面对高物价的困境，民众搁要烦恼未来实际生活。在国会大楼内，少年马克思发表6月底上任以来头一遍国情咨文演讲，除了强调全力发展经济，和菲律宾会当吸引外资，也提起必须重视政府的财政纪律、加税务行政效率这问题。若讲新冠病毒疫情，少年马克思主张准讲新的变种病毒出现，不应该让经济活动继续封锁，拢袂叮当。Wala na tayong gagawing lockdown. Dapat natin balansehin ng maayos ang kalusugan at kapakanan ng ating mga mamamayan sa isang banda at ang ekonomiya naman sa kabilang banda. 这场78分钟的演讲，少年马可斯用菲律宾官方语言、他加入语加英语共同使用。若讲到各方所关心的外交政策，少年马可斯互人认为伊会平等对待美国甲中国。不过，说来这段话是话中有意。The Philippines shall continue to be a friend to all, an enemy to none. I will not preside over any process that will abandon even 1 square inch of territory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to any foreign power. 中国伫南海强势的军事扩张，国际拢知。菲律宾嘛是甲中国有多数主权争议的国家之一。不过伫内政经济优先，无要甲各方拍歹关系的前提下，要安怎做到国情咨文所讲的寸土无让，这是各方关心的焦点。空气新闻起家人编译。要看到海边生最安全，伫西班牙的瓦伦西亚，就用这无人机伫半空中并救生衣落来，帮助前边特别渡水的少年家会当浮起来，等人来甲救。西班牙瓦伦西亚海边14岁少年伫大海中扑扑沉沉，状况惊险。好在无人机正准备到伊的顶面投下黄色救生衫。查甫囡仔滚量掠着这个机会保持漂浮，顺利等到救生员骑奥多拜来到，将伊救起来，救回一命。Cuando llegamos, lo que vi fue a un chaval que ya estaba en bastantes malas condiciones, ya casi no tenía fuerza para mantenerse a flote, y le lancé el chaleco de rescate que tenemos. Por las olas nos costó un poquito llegar, pero gracias al cordón que tenemos se lo conseguimos dar en la mano. 总部设伫瓦伦西亚的这间无人机公司，2017年就开始甲海华救生队合作。伫关键时刻，会当比救生员更较警觉，提供保命援助。因知影为渡水的人加争取一点仔时间，就加一份获救的机会。那救生员也会当更较冷静谨慎的出动，避免冒险，向公做代志，为双方拢增加安全保障。A partir de ahora empezamos la temporada de verano con la Generalitat Valenciana y estamos en 22 playas con más de 30 pilotos. 根据西班牙皇家救生救援联合会的数据，今年前6个月，西班牙就有140人死伫渡水以外，比去年同期增加55%。随着破纪录的大热天来临，海边佫出现急剧的人潮，救援单位伫无人机的协助之下，做足准备，希望阻止更较侪悲剧发生。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高雄发生 BA.5 群组感染事件，就专家表示，若是 BA.5 真正伫社区内面传开来，可能会互咱爬过疫情，可能再加悬一日增加3万例。另外，指挥中心表示，会当透过着本土病例列出 BA.5 比例含确诊人数敢有正悬，来判断这款变种病毒株敢是脱离去社区啊。南部昨阵只有 BA.5 的群组感染，2个累积10几人，26个增加新案例，其中2例是再次感染，4个人的 CT 值伫28到36之间。指挥中心表示，目前认为感染源头遵守的可能性较悬，不过敢是最近感染，搁爱定数。那因为这一波整个船厂里面跟家人这边验到的个案的 CT 值都是以偏高的部分为主，虽然说还是有找到几位 CT 值小于30的，不过定序上是比较没有那么的
快速哈，所以需要再花一点时间做，可能还要再1-2天的时间。就惊新型病毒 BA.5 可能是社区感染的征兆。台大公卫所教授陈秀熙嘛，伫新型 BA.4 甲 BA.5 威胁防疫新思维的记者会表示看法。伊认为，若变异株无流行，8月中确诊人数可能会当降到单日1万例以下，那拖起来单日可能上最到3万左右。目前来讲，台湾是少数国家，目前比例小于20%。那随着时间，当然比例会慢慢增加。不过到达50%，对于点4、点5才会有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间大概是在8月15号到8月这个底中间。对专家预测指挥中心表示，敢会10万例较歹估计，会参考的点是目前疫情向下，但未来若本土案例定数结果BA.5比例变悬，10万可能就是真的。虽望多数无症状嘛是轻症，但专家建议幼囝佮危险族群爱注对家剂，个人疫苗注射筒的比率有70%，过来的BA.5应该袂佮亲像6月份遐尔严重。记者台北高雄综合报道。天气变热，这用电量也拢抢悬。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这段时间用电量变悬，除了天气热，也因为这国际燃料价格变悬啊。民间的发电业者唔若减少发电，甚至佫甲台电买电，才会造成这用电量抢悬。民间的气电工程，少发之外，还要来购买台电的这个电力哈，所以也让这样的一个用电有多的成长。那这个部分，台电也在跟相关的气电工程业者，赶快把这个相关的契约做调整。另外，王美花也强调，虽然最近用电量增加，不过只是有太阳光电会当有500万瓦的发电，只是用电无问题。不过这暗时调度会另外安排供电也是无问题。最近这天气热翕翕，邮政工会就替邮便司争取凉水津贴、关运价等4大诉求。中华邮政表示，这凉水津贴也个高运价，公司会搁再做讨论。大日头邮务司同款准时出勤，一车邮件透早准时为邮件处理中心送出。邮政产业工会指出，连日来的高温和第一线同情食未消，都有邮务司伫一直落车等客户签收包裹的过程中，因为收大刷掉刷。有时候会中暑的，回去的时候对，就是有帮叫其他同事大概就会给刮一刮嘛。如果你少了，那其他的你的工作其他人就要帮忙做这样子。比如说今天这个客户有挂号信。然后我们会在按完电铃，然后跟客户讲说你们的挂号，等客户出来，在等候的这段期间，可能就造成瞬间的头晕了。邮政产业工会提出4大诉求，包括补助人力减低第一线真悬的负担，建议划轻同情，每一个人增加凉水费最少1000块，穿排汗效果较好的制服，提供抗高温用品。另外，希望建立热天到高温作业特别措施，像高温假制度，也是发放高温津贴。中华邮政回应，目前因为批减少，也毋过包裹量增加，所以中华邮政公司发言人陈进雄讲，到底人权会高车调动，也毋过无减人力。另外，凉水费津贴目前业务是予各部门来集体运用。有关另外建议到。加码凉水费，或者是提供高温假、高温津贴以及改善制服等等的情况，我们会审酌外界同业的做法以及政府的相关规范，由相关的单位来审慎的研讨。邮政公司表示，因应高温已经将到底时间改做早起9点左右出班。第一线真悬，我中昼转去邮局，下昼进行内部邮件作业，避开热天上烧热的时段。因为工会诉求涉及真济单位，会阁进一步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有不少这民众伫咧台北市上班，希望讲有公车会当直接到台北。不过，交通局表示，这2年捌试办过新路线，所受到疫情影响，坐人无坐，业者也无法度负担这了钱的成本，以后会调整了后，再过来做规划。因为双北厝价伤贵，未少民众住伫桃园，伫双北上班，或者是清早爱往回桃园甲双北。希望除了火车、高铁甲机场坐稳，嘛会当加开驶去双北公车的路线，
互交通较利便的。像我们其实住龙潭，国光号它也是可以直接到台北的，所以其实就蛮方便的。因为不然在龙潭你要来火车站，或是要来到客运总站，其实都还蛮远的。3、5年前来讲的话，应该班次会更少，现在已经算蛮多的。我都不喜欢搭火车，因为火车很闷，真的很多。根据交通局的统计，目前桃园往回台北52条的路线拢是国道的客运，上济有到54条。毋过受到疫情的影响，9102桃园到台北北门的车帮，也阁有5201桃园机场到台北，这两个路线拢停驶。另外往回新北市区的公车有22条的路线，公路客运有5条，拢总是27条的路线。桃园到双北就业，但是呢，空车回驶到我们桃园，那造成国大客运业者的一个亏损，那么也降低了新辟路线的一个可能性。交通局表示，去年开718桃园经过国道2号到高铁站的车座，每一班车乘客敢若5个人。今年765公车，中间平移到回龙，平均一班车敢若有3.5个人。嘛讲到伫后疫情时代，对客运的冲击也是真大。这亏损互业者是强要吊顶，市区公车的运量敢若恢复到4成至5成。去年载客量上济前5名的路线，拢是有经过或者是要去捷运站的，会重新清点路线，来达到上大的效益。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鼓励少年人找头路，劳动部也推动青年外地就业津贴，透过就业服务站的协助，去到离厝离30公里外的地点上班，会当补助交通负荷、佮厝税等等。另外，劳动部也推动青年产业新尖兵计划，补助每一个人上悬10万块的训练费用。来到就服站有不少青少年，当要来找头路。我2年来疫情影响民生经济，互不少产业受到影响，职缺减少。为了鼓励青年积极找头路，劳动部推动青年跨校就业津贴。只要是18至29岁，头一摆找头路的青年，经过公立就服站的推介，到离家30公里外的地点工作，会当补助求职交通费。若讲有社畜需求，另外补助6成帮助，上长12个月，相关金额6万；有搬厝需求，相关补助3万。我觉得还是以适合的工作为主，不会是用他的条件而帮助我。工作大概很多都是比较远嘛，他就是不想去。那个部分就是说，如果可以排除开一些跨域的就业的一些障碍的话，这个工具就用得上来。产业新尖兵。毋但跨校就业补助，劳动部也推动青年产业新尖兵计划，针对15至29岁的待业青年，提供逐人相关10万的补助训练费用，也甲阳明高大合作办理半导体人才养成班，予其他领域的青年透过训练找到半导体、供电等领域的工作。它让我了解了半导体产业界以及各个制程点在做的工作内容，然后让我在面试当中也蛮轻松的面对这方面的问题。利用很集中的时间来做实体，但是呢，你可以透过线上能够让很多偏远的地方或者比较远的地方都能够有机会得到这样的一个课程。劳动部强调，产业新尖兵计划协助青年得到理想工作甲好薪水。根据统计，大约有9成学员完成结婚，其中9成顺利找到头路，而且每月1/3出抵3万5至4万5以上的薪水。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暂停进口台湾石斑，农委会即马毋若要加强加工，也要来拼外销。今年头一批销去美国有5吨石斑，今仔日已经送出国啊。农委会主委陈启中表示，目前石斑出口已经来到125吨，到年底外销的量一定比预测加几啊倍，也希望讲这个市场的介绍也挂保证一定会稳定。桌仔顶规买拍烂去刀的石斑，阁有石斑鱼片，拢处理好势冷冻，准备销去美国。这嘛是今年第一批出口美国的石斑，数量有5吨。高雄这间水产业者估算，今年出口美国至少30吨。华人市场是很主要的，应该说亚洲人市场是很重要的。那部分会跑到餐饮，那大部分是到零售，因为在零售端来讲的话，说服这些零售业者他们去上架，那就可以了。但餐饮来讲的话，你要说服餐饮业者，还有让消费者买单，实际上需要比较长的推广。业者表示，一般欧美消费者对石斑真青分，而且石斑价小较悬，是出口上大的困难。不过农委会将有信心，去年台湾石斑销美国才30吨，
今年敢若高雄业者的出口量就超过。下半年原家还有至少30公吨姜的删去删青之后的石斑鱼片跟冻条，在去年外销美国就有30公吨，今年绝对会远超过去年的目标的好几倍，所以现在外销再走，市场价格绝对有支撑。但局中表示，刷落来8、9月石斑就要大出。目前台湾石斑出口已经125吨，冷冻石斑销美国、日本、纽西兰等等国家，来外销做伙拼，产地价销就会稳定。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新竹县伫今年4月查到违法的业者饲品种猫伫咧探证卖人，依法甲这22只猫仔充公。26即天，甲其中16只公开抽口仔，互民众来领养。现场有500多人来登记，抽到的几率只有2.8%。137号，137号。抽到民众赶紧就来对号码。新竹县今年4月的时阵，查到违法业者非法探种的侪款品种猫仔，因为业者环境畏水，真侪猫仔经过治疗才恢复健康。26用抽签的方式公开给民众领养。一家人都很爱猫，对，然后刚好看到有这个消息，然后觉得他们都很可爱，然后想要好好照顾他们。是蛮可怜的，当初那个都是生病，对啊，现在就是比较健康。经过照顾，目前猫仔拢正正常健康，毛主预防针。法局所表示，领养了后，会继续派人去厝内轰炸，追踪猫仔生活状况。追踪考察，看它的猫有没有在原来的地方，好，那它还有没有交换续主哈？因为它把买卖出去以后就变成交换续主了哈。我们会做一些查核了哈，避免发生刚才讲的那种交易的情形。现场有566个人来抽签，每一个人上侪会使抽一届，抽签的几率仅2.8%。第一批开放领养的16只猫仔，拢顺利找到新的主人，各6只安顺等猫仔健康恢复了后，再举办公开领养的活动。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根据统计，这旧衫回收量逐年拢伫咧增加，到2020年一共7.8万吨。不过扣掉会当做二手衫，也有35%互人当作本数烧掉。为了要鼓励循环再利用，有民间团体举办中古寄卖已经办8年啊。希望讲这寄卖金额会当来照顾一寡孤单的老大人。对皮包啊、鞋啊、到囡仔衫，应有尽有。民众的爱心经过整理，二手的米啊也通变黄金。丰道老人福利基金会今年第8年办精品义卖，对即马开始到8月中，要收集8、9成新的衫甲皮包，希望募到60万，做照顾孤单老人的资金。我们去年大概掉了40%左右，那很关键的是因为疫情的影响，蛮多数寄来的，他们通常都会把这样子的衣物都送过干洗，不用担心，其实可以一起走出来购买。其实旧衫的回收量这几年因为环保意识提升，收的量逐年拢伫咧增加。不过真正会当摕来做二手衫，煞真少。若看数字，最近5年来环保署旧衫回收量，2016年4.8万吨，到2020年有7.8万吨。不过真正摕来做二手衫的比例，煞是逐年伫咧落。2020年扣掉捡去做破布的，落尾还有35%当作本数烧掉。民间团体希望透过义卖，互古米啊生还再利用。那之前的衣服放不适合你了，就应该让给更需要的人。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动手做，把自己的衣柜一起来瘦身。感性的舍不得，其实这衫你放伫衣橱里面，还不如咱来做成相片。可能用一个较水的相框甲摕出来，你会当放伫身躯边，你阁会当逐工会当看到。伫惊疫情影响观众意愿，民间团体表示，物资的志工拢会做整理，不过要是建议要关进前，爱尽量打洗，降低传染风险。目标是募到1000件的爱心，替无依无挂的老人尽一份心力。记者阿敏真曾派文台北报道。学校许多一寡身心障碍囡仔，也会碰到爸爸妈妈爱上班无人照顾的问题。为着要照顾一寡囡仔，家己饲伫许多这段期间，举办身心障碍学生教育专班，针对学生的需求规划课程，协助因的生活管理甲功课，卖当培养到因其他的兴趣。把它搅拌，有没有？
它颜色就出来了。啊，你再闻闻看是不是芒果的味道，好不好？老师喜欢饮料的制作，要来甲囡仔认捌市面上一寡饮料的生产过程。家己饲伫休热的时阵，配合学校开办特教辅导班。这个课程较无受到这个学期中的课程的这个约束，所以咱会当安排一寡较多元的课程，来互这个囡仔无共款的课程来互囡仔学习。他们着重在视觉跟听觉，那我希望用视觉、听觉，然后用体验操作，让他来学习。甲普通时啊上课的课程无同，学校会配合学生的需求，甲有兴趣的物件来安排，希望互新生障碍的学生，毋是干那伫学校受照顾，嘛会当有新的进步。包括生活管理、作业指导，以及阅读、益智游戏、体能活动跟艺术创作等等，非常的多元。孩子他的这个手脚的协调性不是很好，所以每天会安排一个时段，就是让他们做一些训练，好好的精进自己各项大小肌肉的一个发展。家己市有2间国中，在1间国小有开这个课程，市政府阁另外开2班来照顾学校无这种课程的学生。目前已经来上课的新生障碍学生有200多人左右。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宜兰到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7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